你知道嘛？其實好多人啱開始做護理員嘅時候咧，淨係為咗揾兩餐嘅啫。但係其實慢慢發現呢一份唔係單止一份工咁簡單，而且亦都唔係淨係為咗揾錢。我見過一個護理員阿姨啦，每日幫一位中咗風嘅老人家抹身啦、翻身，同埋餵佢食飯。老人家有一日同佢講咗一句說話：有你喺度，我活得有尊嚴。阿姨忍唔住喊咗，佢話自己以前喺工廠打工嘅時候，無論點辛苦都好，冇人同佢講一聲多謝㗎。但係到而家，佢覺得自己嘅存在係真係好有意義。喺香港請一個護理員，一個月大概港幣18000蚊，喺內地一線嘅城市大概8000至12000蚊人民幣，收入其實唔算低。但係真正令到個護工堅持落去嘅，並唔係因為錢，而係嗰種被需要嘅價值感。因為有你陪伴喺一個老人家身邊，都係安慰緊一個嘅家庭。有一啲護理員同我講，呢份工雖然好辛苦啊，但係咧我每日都喺度幫自己積緊福報。其實呢啲就係所謂嘅善業啦。護理員唔單止係一份嘅職業，亦都係人性入邊嘅最溫暖嘅一部分。唔知你同意嗎？小紅書